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阿明谷刘浩明。我哋咧六季嘅新闻角色喺高雄市唯一的喺六季期嘅行业生发学校。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睇我哋嘅新聞角色有服務7年嘅林淑鳳高中老東來現場，有同我哋分享講，應用喺啲伊咩行業，但是喺啲行業期裏邊，幫用嚟幫我哋客家同我哋客家文化同我哋傳統教育做一啲結合。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林淑鳳高中，高中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港区民意国小的校长林淑芳，之前在新威国小服务。今日嘅分享啊，等你高中老師我哋現場嗬，同我哋分享，按到其實都是只，你幾時睇嘅新聞國社會的服務經驗。但是睇節目一開始以前呢，哈，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大概先說明一下？其實在新威國小之前，您的一個工作資歷好嗎？其實今年已經是我服務第37年，是，對，所以我在新威國小服務之前，我在高雄市的前鎮區瑞祥國小服務了26年，那後來就轉調到小港區的青山國小，青山國小服務3年。我就考取校長，那就106學年度就到新威國小，一直到今年的7月31號滿7年，然後離開了新威國小，目前在小港區民意國小服務。是，對，如果其實高中嘅一啲教育嘅經歷裏邊嘛，讀我貴用無窮樣嘅一啲學校啦哈。但是因為其實我知道校長不是客籍人士嘛，我還沒喊你，你知道沒喊你，可是幾時節？調到新威國小的時候，因為其實新威國小也是後來變成我們算是客語沉浸式教學一個非常具有指標性的一個學校。那當初這樣子調到一個算是客家區域的時候，會不會有壓力？其實真的有一點壓力，最主要那個壓力不是因為在那邊當校長的壓力，而是我好像來到了一個外國的一個場域這樣子，因為其實我是閩籍的子弟，所以到了一個80%以上都是客籍的子弟的區域，尤其是我們社區的長輩也都是用客家話，所以當時的壓力是來自於我聽不懂客家話。可是我覺得我過去在瑞祥國小也好，在青山國小也好，其實我們都有推客語生活學校，那學校也都有客語的本土語的課程，所以其實對客語是不陌生的。那到了新威之後，其實我很努力的學習客家話，對，雖然講的這不太能講哈，然後但是我的聽力是，我覺得是還好的哈，曾經在考那個客語認證，我的閱讀跟聽力我可以考到98分這樣子哈，對，那所以這些的養分對我來說是讓我到了新威國小不會有所畏懼，而且長輩們都非常的和善。當那個時候校長在到新威國小的時候，新威國小已經是客語生活學校了嗎？是。沒錯。嗰時幾時間你接觸到入行業生發學校時，因為其實都有講到嘛，因為以前的學校地方嘛有嘅行業生發學校，嗰時其實來到有嘅地方，唔係講是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啦。是。但是比較特殊的就是說，因為新威本身算是六龜區裡面是少數幾個會講客語的一個地方。那個時候校長是怎麼樣去把客語生活學校的課程內容跟當地六龜的新威地區的一個生活特色或者是社區的特色去做一個結合呢？提到這一點呢，我就覺得我非常的感謝前任的校長，因為前任校長雖然是4年任職4年離開，不過他也扎根非常的深，尤其是對於社區關係的營造。所以我當校長遴選確定到新威國小的時候，其實前任的校長高玉山校長，他就帶着我去認識社區。對，那其實對我來講，我來到一個客家莊，尤其是六龜區唯一的客莊學校，其實我已經做好準備。對，那所以也主動跟
高玉山高校长提到，我想要认识社区啦，我想要拜访士绅以及耆老，所以在前面我还没有到106年的8月1号任职之前，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已经实地的实践，已经开始走访社区。那也对学校的了解，透过高校长的解析，我也知道学校学生的样态、家庭的样态等等。所以其实8月1号进到学校，其实我是做足准备的。对，因为我们提讲，其实后来高中在新理国小做高中的时候，其实从早期的一个互动规密切啦吼，因为其实因为我们传统话讲，其实虽然讲新理迄一个学语提供，但是课语的这部分其实是应该说我们很多的课庄。其实也都流失得很厉害，没错。那我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校长提出了一个叫做课语精英班，其实这样子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关于这一点哦，因为其实我都一直认为，一个文化的传承哈，不仅止于是血缘，我觉得语言更是重要。那透过语言，其实有些孩子他在家里，其实他几乎都不讲客家话，都只剩下老一辈的，阿公好。阿嬷、阿太这样子来讲客家话，反而爸妈也都跟他们讲华语。可是我一直觉得客家的客语认证就是一个去检核学生他是不是已经真的学会的。所以其实一进到新威国小，我就开始网罗我们的客语新传师，然后呢进来学校上课。那几位客语新传师都非常的投入，所以其实慢慢的1年2年，大家都知道是客语认证班，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他不太愿意来上，因为都是暑假，暑假是对孩子来讲是放假的时候，对，所以后来就把它改为。用字面上把它改为客语精英班，然后我先从家长下手，先跟家长说服家长说，孩子都是精英哦，来读了精英班更是精英这样子，所以营造出一个学习的氛围，就是我要进到这个班，我才是精英。其实每个小朋友都需要人家肯定，所以其实一直到，即便到今年我。就是任职到7月31，我们8月1号开始的认证精英班，就是客语精英班，其实也都是如常的在进行，而且报名的学生都很多，还有蛮多毕业的学生跟着大家回来，跟着学弟妹一起共读，准备考中高级、中级这样子。因为这是不简单哈，因为你知道那本年学生也好去考认证那部分，我相信很多学生真的是兴趣缺，因为一想到考试了哈，因为也许讲。学法品哦，他也会讲，但是你说到讲学法要把它考试，真的就会觉得啊，以前还有奖金的幼稚，现在就没有了。所以说，但是问题是换了一个名字，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今天好像学客语去考认证是一个精英的事情。对，可是变成讲，今天参加要被办，对我来讲，我发现讲，你看我就算要精英班了，虽然说是认证，对。是。可是在这样子的沟通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还是要去说服学生去通过认证的考试吗？是，当然就是校长跟着去考，对，所以他们觉得。我考赢校长，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成就感，这样子。是。对，那其实我们获得客委会的推动客语绩优学校，其实最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认证的通过率是很高的。我们在111年12月公布，当时小学就只有高雄市就只有我们新威国小，那另外一所就是在苗栗的学校。是。对，这真的是不简单了哈，因为其实大家都也会。其实很简单，但是马哲兄讲，那只是因为在所谓的认证上面的人数，考过的人数增多吗？还是说其实有在我们在日常的课程里面，我们就已经把怎么说认证内容也好，或者是课余生活内容，其实已经跟我们的课程是相结合在一起。是的，主持人对教育非常的透析哈。对，其实我们学校的校定课程其实就是以客家文化为主。那我们的校定课程以外，我们的课余生活学校跟课余认证，其实我是把它绑在一起的。所以学校的所有的活动，大部分都还会有。一定是会有客语的，就是会有客家语的活动。那包含我们的阅读，我们学校的阅读也是推得有声有色。我们的阅读还不止把客语阅读，甚至我们跟品德都绑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有获得了教育部的
品德教育特色学校，而且是当时，高雄市送出了6所学校，我们新威国小是唯一获奖的学校。但是问题是说，因为认证这部分它是有分等级，但是问题是你可能小学1年级的小朋友，你真的程度好的话，你可以也可以考到中高级。可是刚刚校长有提到，就是说如何把客语的生活、客语的文化这样子放到课程里面的时候，它是有分中高年级的分别吗？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学习态度是重要的，对，所以我们的客语认证班其实是在养成学生的学习的态度，课程的实践，不同的年级，他的基本的学习能力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就是完全是套装式的，所以学生只要从1年级读到6年级，他就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而且，其实我觉得校长刚刚忘了讲一个东西，合唱团。提到合唱团，就一定要提到2024年的7月份，我们从纽西兰带学生比赛回来。那总统府呢？我们也有到总统府总统接见我们所以对整个学生来讲，我们合唱团来讲，真的是无上的光荣。我相信对我哋嘅心理嘅沙期来讲啊，唔单止係學校可以共用，沙期你們可以共用。因為其實是哪個學校、哪個社區有那麼大的一個本事，應該是有那麼大的一個機會，你今天可以到外國去比賽，然後同時受到總統的接見。是，所以我們回來的時候，遊覽車到的時候，我們還看到了，其實我們社區整個都還放煙火，然後放鞭炮。然後還獻花，所以每個小朋友都感覺有走紅毯的那樣子的榮耀感。對，這是就是這幾年來的經營，讓社區覺得這是光榮，不只是學校，是整個社區的榮耀。嗰時伊哋唔係客人咧，伊哋教育內都嗌到咧，是美國社會地步，伊其實還是慢慢地把我哋客家文化同客家話去沉浸到也要沙嘅地步。休息下，我哋喺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耶！所有节目可能来自小港民意国小，但是伊喺新美国小服务7年的林淑芳校长，来到了现场的分享讲，当初喺新美国小，伊希望结合到我哋沙期客家文化同我哋传统嘅教育，同时推出伊啲我哋嘅客語神法學教。我就想問一下我哋教，因為直頭都有講到講我哋合唱團嘛，嗬。因為其實我哋講合唱團其實嘛，係用我哋沙期嘅社區師生，可以聽數，學我哋合唱團嘅一啲練習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朋友大約講一下，好嗎？我想我們合唱團的貴人就是我們現在六龜區合唱聯盟的陳俊之醫師，他是一位牙醫師，不過在88風災了之後，他透過合唱，然後帶領我們六龜區的學生走出傷痛。那輾轉也10幾年了，那新威國小非常的幸運，成為他最後收的一所學校。那有了陳俊之醫師進到我們學校來，那學生呢，終於可以透過歌聲，然後傳承客家文化。更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其實新威舊稱新民莊、新民總，那它其實它有一首古調叫新民總挑，那其實我很早就知道有這個古調，可是我發現我們社區沒有多少人知道這首，那也真的幸好我們有一位徐蘭英阿嬷，她會唱這首歌，所以我也跟俊之醫師提到說，有沒有可能我們帶着合唱團跟耆老一起來復興這一首歌。那我想對於客語復振，透過歌聲，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所以我們在109年6月成立，也在110年的12月，我們就上到了衛武營的音樂廳。我記得那一天耆老跟我們合唱團一起唱歌的時候，其實在座的貴賓們其實是很感動的，尤其我們高雄市客委會主委楊瑞霞主委，他坐在第1排的貴賓席，我看着他是紅着眼眶的，所以那個感覺，我覺得我完成了幫新威的這個社區跟學生做了一個很緊密的連結，而且是透過歌曲來傳承客家文化。因為歌謠同我哋嘅華僑樣模仿模仿如果見得。
好，等于如果你假如说你没有再有人传唱这样子的歌谣的话，它真的就会消失。是，对，可是等于讲，我们利用我们的虽然讲还是陈志之以前的一个天数，哈，我们在声音的上面又重新表演的开始，又创一条歌。我相信对沙田人来讲的话，这首歌又真的又在社区里面。要重新又火起来了，对，没错，对，而且同时要跳国位，又充满外国人堂。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带到纽西兰参加世界合唱大赛。对呀，也跟主持人分享，就是其实我在现场录影的时候，其实我眼泪是直掉的。虽然2只手拿着手机避免震动，但其实眼泪不由自主的开始往下掉，因为这样一首这么偏乡地区、一个特级偏远区域的古调，可以站上世界舞台，重点是我们又拿回来了世界的银牌奖。真的，这个荣光真的是无以言喻，真的是规模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头头我哋教授已經有講到，其實唔單止講喺我哋客家文化、客家嘅一啲教育，其實喺品德教育嘅部分，其實高中嘛會重視。是，因为我们知道客家的传统就是尊师重道，而且呢孝亲的部分是真的是让我实际观察到，尤其是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回到新威去，因为我们非常多的校友会回来，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们有这样子的区域性，所以我就先从教育部的孝道教育行动学校这样子的计划来申请，争取这个荣耀。那也很幸运的，在110年，我们获得了孝道教育行动学校，那也获得了3好校园啊，也获得了高雄市的品德教育的标杆学校。那也同年，我们也拿到了教育部的品德教育特色学校，而且是高雄市唯一获奖的学校。我去教育部领奖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连那个摄影师都说：“哦，你们从高雄来，是高雄唯一的一所学校。”对，所以我带我的主任在现场，其实也受到了蛮多关注。对，因为嗰度你们因为个新里嗰时候过偏向很偏向但是我说到其实可能唔单是合唱团唔单是也要品德教育，还有一个客家教育，其实都我们说扎根得很深呐。是。那同时间，因为我常常我讲到讲，其实因为在地有几多嘅几好嘅故事啊，个几好故事，用嚟去教本声音的底咯。对于在现场的在地的故事的部分，其实像我们透过计划的挹注，然后呢将带领学生做艺术的创作，帮孩子出版了看看伯公在微笑，以及跟着辛迪威利轻旅行，而且这个是透过我们100年校庆一起发行的100年校庆的纪念版。那透过辛迪跟威利其实就是新威2个字的缩写，所以我们的吉祥宝宝就是女生叫辛迪，然后男生叫威利这样子。那学生在艺术的展演的部分，除了合唱啊艺术以外，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舞蹈民俗舞的特优第1名，然后全国的优等奖。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林林总总的这些活动的配合呢，其实是让我们的新威的客家文化得以用多元的角度去发展的一个展现。冇错，一方面可以讲等你客家的传统的民谣可以留下来，同时嘛透过比如讲的绘本嘛吼，等你卡片嘛吼，用我等你声音的自家去创作，以谈到的客家的文化，一个新理的贴配的一个客家的景色，同时本他个人提过，新理有某个归贴配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学生的创作一方面可以激发自己的艺术天分，同时因为创作的过程里面，你要更了解那样子的客家文化，其实那种内化的程度其实是更深的。没错，所以我们的在地的故事就如同我们那边做的一个文创品，就是一个水牛伯公。其实新威的木瓜非常的有名，水果非常的有名，也就是我们都说是很感谢那个黄先人哈，黄先人骑着水牛到了新威，发现老农溪非常的甘甜，所以他就决定开圳，教村民呢如何引圳的圳水呢到那个
农田里面，所以其实，在我们学校的校定课程，我们的黄仙人传奇也是我们的校定课程。所以其实我在做周边的文创的发展的时候，我大部分都会以八拱为主，还包含我们的那个雷雕的祈福卡，那个上面也都是有八拱，让大家知道祈福真的八拱就在身边。没错，而且同时啊，提供其实你他妈有同啊的那劝善堂，好的，然后甚至还参与了祭河江的活动。对，为什么会想要去跟一个在地的一个事实上是庙宇合作呢？是啊，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认为，孩子生于斯，长于斯，他必须要了解社区的文化，因为学习不会只有在学校里面，它是整个社区的大环境的学习。那我们每年的农历3月初7就一定有送字指挥，然后祭河江。那我在106年的8月1号就职，那隔年的107年4月，就是农历的3月初7。我就带着小朋友去参加。其实我们的劝善堂的主委也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会觉得，终于有下一代的孩子这么小的那个文化幼苗来接触。那新威的祭河江送子指挥的这个祭典已经列入了我们所谓的文化资产，无形的文化资产。那我觉得这更珍贵，让孩子知道他去参加这个祭典，它的意义是多么的深远。那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说，因为其实可能就比如说劝善堂来讲啊，基河江来讲的话，其实在天人来讲，他们都是太年去参加的，更加有一啲新人去参加的。那当地人的那种成人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啊？感动之外还是感动，尤其是当我们小朋友在那个送字指挥的时候，就跟着大人，真的就是山叩首，对，做的有模有样。其实我们旁边的长辈都还会帮我们小朋友鼓鼓掌，他们都知道这样终于有人传承了。其实这7年来，我看到的祭河江其实也有一点点担心，因为其实在做这些祭仪的这些所谓的社区的长辈，他们年纪都很大了，然后也有碰到有长辈凋零了，会找不到年轻一辈的人上来接棒，所以我觉得我带孩子认识这个祭典，认识这个文化的意义。其实未来孩子他有可能他的心扎根在新威的时候，他是愿意为这个文化来做相关的传承的。那这样子的祭河江祭典才能够一直延续下去。那从校长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我们谈到现在，我们就似乎是看到了说，其实，在新威国小，它不仅是客语跟客家文化一个扎根的地方，它同时它也传承了社区原有的一些，不管是文化记忆来说，甚至是一些固有的庆典来说。那从校长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样子的小学教育，它要承载的东西还有什么吗？那当然，越在地就要越国际。所以我一直告诉小朋友的就是，如同我们学校有一棵大树，全国最美校树，在2015年的全国最美校树，一棵吉贝木棉。我就跟孩子讲，必须要学习这棵大树的精神，扎根，往下扎根，然后越上长高，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远。所以其实我在新威7年，其实在疫情之前还带小朋友到韩国去做文化交流。我们小朋友穿着各家服去跟着韩国的小朋友穿韩服，然后我们吃萝卜腌萝卜，白玉萝卜的腌萝卜，然后韩国那边是吃那个所谓的泡菜。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的交流必须要让小朋友知道，除了新威之外，你的世界是在新威之外，甚至是在台湾之外。那唯有这样子，他才能够再回过头来去省思他如何扎根，他才能够把他的文化带出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基点，就是说，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的文化，同时扎根在这里。对。我就看到一片，我发现到讲，虽然是美国小是迄个算是偏向啊客家，但是听我的客家文化同时搭起出一片，而这个唔算伊哋写客家。首先下我喺當我哋外嗰度嗰陣睇內容哦。放過來，福起來嘅。
所以在节目我哋来自小讲民意国社会林秀峰高中，同时伊嘛在心理国社服务青年，伊同我哋分享讲，睇青年的心理国社，应用去把的客家文化带出去。我想问一下吼，后面有给家长们问讲，那这样子一直注重客家文化，会不会弱化其他其他的学习的一个动力呢？其实我们的客家文化是我们的校定课程的主轴，但是在我们12年国民教育里面，其实是还有我们的部定课程。那部定课程的话是均衡发展的，所以我也是非常重视学生的基本学历的学习。所以对于弱化学生其他的学习的部分，倒是目前是没有这样子的，甚至还有我们有闽籍的孩子也跟着我们学习了客家话之后，我跟家长提醒就是，其实多学会一种语言，就是他多学会了另外一个专长，那未来孩子的路又会更宽广。对，尤其那种小学的声音来讲，它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因为其实莫讲那闽籍的或者是客籍的，其实几个健刚的闽籍的学生，其实嘛都好客家，好过大鬼好。是啊，说的比校长好。真的没有错。但是因为头痛也有发现到讲，其实高中一次，尤其是高中冬音以前，如果是人因此杀起。好，然后同时嘛，把人的沙器的声音呢，好高声音呢，好带去参加的这种沙器的事物。那校长当时是怎么想说以一个学校的力量，甚至说学校的一个影响，去怎么去跟社区做互动？这是一个有策略的性的吗？是涉及到刚才我所提的课语生活学校。就是需要在生活里面实践，所以其实我是将社区跟学校把它扣连在一起，包含我带学生到社区教教长辈们，来做一些相关的文创品，像我们曾经做过花线皂，甚至做过BB 的威力夹，甚至还做过了威力护唇膏，都是有威的哈。然后我也将耆老的力量，他们的做板的红板鬼板这些的活动，就是进来到学校里面教小朋友，所以我们小朋友很会做客家的美食哦，包含木瓜板啦、萝卜板啦等等这一些，所以透过这一些生活上面的运用，就可以把社区跟学校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而且一个影响到一个。所以对于社区的长辈们，大家都还争先恐后，想说他有没有机会进来跟孩子一起学习，然后一起成长这样。对，因为我们做企业的教育地方，你咪讲按照好教育学校的事情，很多事情，比如讲做班的啦，做其他事情，录贵都录下好。但是其实今仔高中已经把我哋其实希望传承的客家文化，录带到我哋的好教去讲，然后同时把我哋xã企的，比如讲。帮阿伯妹要做鬼班啦，摸做那个木瓜班的，都带去学校去搞生意呢。然后他们讲原来xã企地方有一个按厉害的伯妹，也会做那班的。但是其实一部分都回到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因为其实也今年少子化事情发生的少，尤其是偏乡地方，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偏乡的父母亲，为了工作，其实他必须要移到大都市里面去，然后可能小朋友的就读就在那边。所以说最近的一个新闻里面就是说新威国小在新的一年度没有招到学生，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实际上的状况是没某声音呢，还有一点声音呢，有。但是后来他发现他没有同学，所以家长才把他移走。那对于这样的情形，校长你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们常讲的说，养育一个孩子是需要全村的力量。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进社区，然后把社区带进来？因为这孩子不只是我们新威国小的孩子，是我们社区的孩子。所以在少子化的状况，虽然我们今年面临到没有新生的状态，那其实事实上是有新生嘛，就正如刚刚主持人讲的，对。好，那我也跟教育局争取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的
明年的2月份，其实会有一位长辈，他退休了之后，他会从外县市带孙子回来养老，然后孩子就是要读新威国小，所以其实我也跟教育局争取了，其实我们1年级的这个班级的经费其实是还留着的，其实我们还是充满了期待，希望透过我们学校跟社区的连结，整个一个团队的力量，也让外界的人知道，新威国小这过去7年来的荣光，并不会因为今年没有新生。其实事实上，我们第2学期就会有1年级的小朋友转学回来，而且这个班级教育局也把经费留下来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对新威国小的整体的发展，我们一样会是1到6年级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而且我们校订课程已经从106，我刚进到新威到现在，我们逐年的去做编修，其实我们的课程也是非常完整的，所以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努力，让更多人看见，也希望年轻人愿意返乡，年轻人返乡回来了。孩子也回来了，我们的整个社区的发展才会越来越蓬勃的。其实迄个过现实的问题啦，因为其实讲唔单止讲迄个的是美国时候，甚至讲啊，咱的几多地方，好美容嘛迄啦，吼，如伊算还唔算伊的偏向哦，但是其实更加是因为他讲研究的少。然后同时有的位爸爸妈妈都提都市人的工作，嗰时有可能发生有带都市人的关系。但是我哋嘛看到几多你就是讲，其实有的位学校同社区伊的合作，比如我哋的父母亲在选择他学区的时候，不会是因为说只是单纯的看看这个学校的一个办学能力，他也会开始评估说这个学校的特色，甚至是他有没有社区的支援力量。是。那所以说，其实以现在目前说新闻上好像报着说我们新的学期没有新生，可是就是凭着我们以前新威国小的那些丰功伟绩也好，甚至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动员的力量，你觉得社区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其实反而变成，也许在新的学期里面，让我们的家长可以觉得说，哇，这是也係啲社區同學校佢合作嘅一個地方，或者喺辦嘅生意嚟睇下讀書。也应该可以做书的规划和照顾呢。有，其实我觉得透过最近的这新闻，其实我们整个社区的凝聚力反而更强了。对，尤其是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让我很感动。他们就是要做到更好，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代理校长，他也发愿，即便是代理，但是他也希望透过他的代理。然后传承这7年来的荣光，然后希望所有的课程一切都是延续下来的。所以我把棒子交给了我们代理校长，是我们教育局的督学。对我来说，我非常的放心，因为课程不会因为换了人之后，课程就因此中断。那学校的同仁也一样。尤其是大家都在同样一条船上，如何大家一起来面对？我觉得这是变成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课题。危机就是转机。对，这是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再重新再去省思，然后我们整个社区跟学校的发展的方向，以及如何再去凝聚这样子的力量。因为其实对社区来讲吧，他们当然会希望说，以后我的小孩子就跟我们以前一样，就是在新威念小学，对不对？然后也许。他长大念国中之后，我们真的是无可避免逼着到外地去念国中，但是至少在最漂亮的、最快乐的小学时候，他是在新威念的。是。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问一下校长，你对于这样子过去的一个教育工作，你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者是感想吗？这7年来，我真的是想要用2个字来注解。我为新威国小的奉献，跟新威国小整个的大转变，我觉得无憾。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新威国小的这几年来的发展，其实大部分的还是都给我们鼓励的。
就是新威的荣光是可以被延续下来的，而我们整个客家庄，我们的客家文化也是可以因此而发扬光大的。没错。那其实对于一个教育的工作者来说，哈，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说，教育是一个传承知识的一个工作嘛。那可是问题是，你们现在做的工作已经不单纯的是传承知识了，它不仅传承了文化，甚至还带动了其他的社区。那未来呢？未来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会越来越扩展下去吗？那是必然的，因为我觉得孩子未来的世界在新威的外面的世界，所以其实，在小学我们所有的学制里面是6334嘛，哈，就是这样的学制里面，就是在小学6年是最长的，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新威的老师，孩子1年级进来到他6年级毕业，我们如何让他在这6年当中，除了文化以外，除了学习能力以外，除了他德智体群美的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以外，我们还必须让他知道他的根在哪里。客家人，我们客家庄，我们的根就是在新威，也唯有知道根在哪里的时候，即便他到外头去闯荡，他还是会想要回来自己的根。那这样子，我们的客家文化也就会因此一代传一代，延续下去。因为这就是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像很多偏乡一样，哈，是，其实也许小学我们可以在本地念，但是到了国中，到了高中，我们真的就是必须要移到别的地方去。那您会希望说，今天从新威国小毕业的学生，他是带着怎样的心情，或者是做好怎样的准备，去到时候离开新威，去闯荡他未来的人生？这就是我必须让他们知道的，培育他们的勇气，因为唯有厚实了他的学识，然后厚实了他的各方面的能力，他就会有勇气的去闯荡，然后去接触一些新的事物。尤其是现在的社会的变迁真的是非常的快速。那在小学这6年，就是让他们可以有那种终身学习的概念。即便是到了国中，离开了小学，离开了老师的照顾以外，到国中他必须再更独立自主了，他的态度已经养成了，他的学习的习惯也养成了。其实即便毕业了，我们也都不必替他担心，因为他已经学习到了最基础的基础教育了。那是不是也会让小朋友带着自己的在这边所学到的客家文化，不断的去走到他的新的人生里面去？的确，真的，我们期待是这样子的。可是伊在小学的教育对于对学生来讲的话，伊唔单止係伊的最講最快樂時間，同時像頭先我哋咧小鳳高中講嘅，其實伊係把自家嘅學習嘅知識、學習嘅技術做伊的最完整嘅伊的地方。你有到一個技術，有到一個知識，你下一班唔管行業一樣，如果提供唔知講係是美國社會的畢業生，同時嘛係的客家人。今日感謝我哋小鳳高中嘅鄉長分享安吉菜故事。感謝主持人，那也感謝各位觀眾，謝謝。首先下我哋聽我哋先生來共我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